中选会这礼拜五要开会来审定立委罢免案，决定投票的日期。政党栏的发起人赵少康今仔是宣布讲，2拜六要伫台北来办头一场的反恶霸造势大会。民进党团是批评蓝营是在转移地方党部防起诉的焦点。大罢免为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，是毋是成案？中选会将会伫20审定。政党拿发起人赵少康讲，要团结反恶霸力量。宣布要伫咧中选会审定的过当天2日，伫台北举行第1场造势大会，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席戴锡钦、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拢会参加。不过主场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无伫咧名单内面，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应该要邀蒋万安啦，所以他出国啊，他不跑到巴黎还是什么？是不是到巴黎？到出国。那蒋万安不在。那你说，因为是台北市嘛，台北市长不在，邀侯友宜来有点怪怪的。而且将来我们会到新北市去办。赵少康强调，罢免就是受训动员，讲国民党反恶霸造势活动，除了南兄的果然，党籍的立委参加，对中国党内网红馆长也确定会参加。另外，民进党也会来，展现若被合的气势，要催投票率。那我收到邀请，我已经允诺了，这礼拜6我会到荣刑法院去帮他们助讲。那这个不是只有帮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我们是在抗议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所立的大恶霸。现在台北市党部已经有4位被羁押、被严押，那还有其他之前县市党部，包含民政局打开民政资料这些事情，国民党人到现在没有道歉，没有认错。对在野党的动作，民进党团是反批评。国民党无百年大党的风范，用造势大会转移地方党部几多人被起诉的焦点。另也展开密集资源战略，结合中央加地方的党工职，几多站的归靠宣讲支援公民团体，双方对大罢免的攻势是愈来愈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